老夫姓张名赵，末将姓公名曹，是才女，一介武夫，是有飘零土司。年少得中进士，此际还领院功臣。年少夫君常用，此今吗？哈，原不及大义。头上所戴内人鲜落花，身上青刺；头上所戴内人鲜酒花，礼部配送。啊，万正是金子转化，放银。常问，从用闻声，吾辈自省矣。我上从问，偏袒问我，我等亏他了。既算是此，理当借此东风，一发所为。唉，此一至此，何不趁此跟风，一举翻身？凡今生也。有人他负罪自负，所事自己私此宁于放生，与妇女少争之意，说是公正配明月提升，就成三体现。黑医生又怎么样？不就是几岁死吗？为救命，这是才民所说的话，这苏大红人可了不得，王家赏识他，百姓拥戴他，哼，想不到他也有今天。什么赏识拥戴，叫他升天当此照亮，朝中多少人管他不生义了，统统闭嘴，却能功名成就的。我是一想都可能是眼的，有道是破鼓翻身财，强盗门终成陪。请等于鼓掌，他自己只是被吕布，否则上前不中，只求此事之人一了不尽。你我二人烈烈当此，就是为了心怀心的铁证也好，立功扬上，天要关在他人之前他去。此一年从人进去，请国师为出山，张儿放心，能办到苏轼的身，一定能出谋反身，协助他人从统。赵长江啊，赵立功啊，张大人，这个证究竟是什么呢？国言人有所未知，苏轼曾写过一首《七绝赋行》，听闻此事言语过于猖狂，一旦收成，便难逃精彩。可是妈妈殷天赋给我哪里去找呢？这倒不难哦。苏轼最喜欢与其弟苏辙书信往来，想说这7句原稿就在苏辙身边，而苏辙正是乱进殷天赋的七品太官。奉听人言，苏辙此刻正预备院中休养。张大人，凡你这苏辙不好对付，可怎么办呐？连苏轼这个女婿红尘不以为戒，管他这苏辙也得，只是要走嘛，就是个听一听。就算是个祖宗，也为破产的，都是什么？
一道素贞，快我一字一字记明白。他们敞开，却不见声音，怪哉！长生，你看，我冒着年7年，想必曾怀孕周月，怎么又穿着一股花香味？一火腿，不对，这又是哪里的香气？哦，是熏花！哎呀，怪不得，这是风怪来做永生花的。哦，怪事，这到底是他的花布，还是他的皮袄呢？故是为救济公门，这只朝中配花之礼，而上闻民间花事之从，也难怪哟。花是风，采他手，是里用花配人草，家务真相来耕耘，先地方去相通。切草有布，此次雨花，我朝百姓之心志，向来如此，逢人者更甚于此。看来，这不单是他年轻宾客的私照，还是他做医生的地方。哼，还知道产地小姐，快来说着这股小官嘛，估不也算是体面的。鲜花春花永生花，不管你管小小他人谨慎。竟是高家玩笑，店内无人相帮。这几句娇媚，还是我从行里匆匆听来的呢。鲜花、绢花、永生花。二位若不在店里等会，官问是谁我家先生要还来的吗？我们是块店里服生，院门倒是敞着的，是素子忙乎独立啊，是我等打扰了，无妨，实在抱歉得很。店家今日还有什么话卖不出去的，咱们招待先收了吧。今日真是巧节，鲜花已售罄了，永生花还未分管头。放生鲜花到晚上一些，不过嘛，都不及二位头上的好看呢。店家好一个，怎么我爱听？怪问店家，为我此地标有樱花台3字，你家花屋不是叫什么金花堂吗？先生有所不知，金花堂啊，经营的花年门类繁多，设有3次花台。这樱花台呀，专指器具用花；春花台专指百年簪花。当然，还有一座无心道，叫玉
见。哇，好，好。那不是先生的朋友吗？二位少爷，我去就来。哎呀，殿下，可否也送我一人呐？可说我已经在哪里了？好是高我。那不是请先生到花堂地去转转？殿下别心了，我还是在此等他吧。先生，你这朵落花真是少见，与我们花堂的实是不同。可非上请我引用，用我拿去春花的戏剧片刻。此话贵重之情，不便离身的呀。那不只要先生一同前往，这春花的呀，这绝对有缘的贵肯你。可我那兄弟他他，是怪他们为不来你，先生，请。也罢，也罢。列案亲自愿为长城，此地心同情，我同情，恰杀的花人卷，怎么鸳鸯分？配有的张良活路，铁不家用。夫人啊，就能稍护花事，好生休养。配这个夜叉安分了，就能去福州团望兄长了。我这个兄长，不愿待在京城成人压缩，又是个言不知的热心肠。总是事情到地方才成真，我儿怎么也常常分隔两地，怎能一代事两表思念？哎，3年前我写了一首随了歌的，他又为了我一首，哎，你们都知道的呀。你与今时雨，但愿成
察军。道上可有臣？有臣有臣。这位官子本我想才是最早最最，可否因我方便带路？素妹不知贵客前来，有甚愿意说？方几村，素成一官很确认，这是家官平风马眉，层层相对等提对，一场四方一捧彩。小桃风声惊草船，千里奔波不风雷，对对转转万中藏，不是快刀斩乱麻。开幕棒跳先逃亡，托他官位几何，待鸡等的花。原来是苏大小苏他才知，苏称表示自由，还我自由便可。新国名场384文。相传数年前，我早就为武常院延安使命，真是过门。哎呀，我是为亲。哎呀，这武常院有什么好啊？还不是无言有事。像素妹得中君子之计，也是碌碌无为，也是无成呐。那也是前途无量的分。哪里哪里？一块一块，朝廷常常上级文人，什么落花，他也生花的，最差的可都是绢布花呀。是啊，是啊。我常问你，纂花之才分罗卷月，相先分金银。耶，这金线落花最为珍贵，当朝宰相和礼记公者才能佩戴。您先绢花赐之。哎呀呀，这套礼数都快放乱了，似乎离经太久，还是进取之心谈破了。苏大人，苏大人，趁今日休假在家，佩花不在身旁，立即不追万方见礼。哼，你们倒是常常的上，情以为常。那像我们朝廷难得赏赐一次，还巴不得天天待在头上。嗨，我那所献的云花，不得也就罢了。云花不有根性。是啊，俗称历经多年，官拜言卿，有福列公，贞观前约。这纂花的品级嘛，四川是最低的，花上自然不鲜呐。原来是是啊，可比不得他人，又是绢花，又像你心。这话我爱听，我爱听。今日有缘，我是为千里有花开。这是相中了什么花，则相成偏执。哼，区区用花之辈，两看也不管怎样，何须啰嗦，才随于片刻。
了这安上的卷宗，最有的就是限定张不了。富裕旁的什么人事啊，做对的那些，这他一生3万户泽，人儿飘下长心思。先人中华后面子，明前后中方式，相思因为看情思，有相帮相无子。先留人家地方，配合万绪一层啊。郭侍卫，你想要看怎样的诗文呢？哦，只要吃不要分。这要是莫非？既算是此将苏妹的事情呈于你便是了。只不过啊，苏妹平所作文居多，做事甚少呀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那是什么？就是好你。郭侍卫是要去世送臣吗？哎呀，不是，那是要玩血吗？哎呀，更不是。否则，狮子转化。我朝明文条例有信，这复职人员可以通过自府考而转身问政。他设置关系有这般讲究，莫非是羞于讲明罢了？请郭侍卫稍安勿躁，待我与你慢慢的讲来。你在宫里当差也不容易，是啊，多没条出路也是应该的。哎呀，对呀，郭侍卫，是非有意用事换更好的话，也说是合吧。此事啊，见不得，要慢慢的来。此事不是去狠嘛？我来教教你是何？教我，不应该是教起我吗？授人以鱼，不是授人以渔吗？他这是什么呀？苏妹才年少时，曾获得一个写诗的好法子，名叫七进法。七就是我们世生的心情，当它与所听所看相用，便为欢出世间，出生成诗。七月深真，官人越真，诗越长成。好像是一个气势的呀。郭侍卫，看好了。
我见自豪情，其人传生死草，几经万事才相随。故是为无需害怕，这都是我心中景象。这么往日轰鸣之声，又好像是惊涛滚滚，真是。从一山秋叶，不空江龙灯。真是天母阴森森，冷飕飕，沉必沉。云一海几转，一莫寒木根。四路结束，温风天地，山落天空。中小兵凛凛，比心结纷好，风腾天有手，天风生情绪。不对，连风突起袖，似曾。怎么又做回来了？这是我去年的一趟旅途风光，不过只是为乡中的财经罢了。各位，请看，这诗中所写与你方才所见有多少相符啊？原来他们眼中的诗人是这样的好哦。虽说好多事不过认得，但也算是解释我了呀。难道是不难？你自己也能做到的？哦，当真了，真呐！好，临风突起袖，诗风生尘，下笔文静，与他兄长苏轼的张扬相比，竟说一点都不一样。此人不简单呐！什么不做事，这做人，只怕是观音神常得神，假意实人能成亲，相待成万绪，这是好一个烈风突起袖，好一个苏子游，苏唐之何在？先生，你家的菜年久失修，方才差点就要打翻了啊！这位先生上台，我这就去看看。怎么往我他腰上另外的他人，我随过一圈，什么都找不到啊！快在，我也说了，你去门外看水，我来哦，也好。顾主任，你接着要走，这位，我话完没有说完你要是境遇困难，就去试试邻国的知府考啊，可以转份官的。哦，当真啊！哦，告辞。这位先生，算的什么却又神通，我已告知算公师傅了，不知敢问个下事啊？
下莫非是张公？哎呀，终于认出来了，只有爷的张公啊，当年关口路上与你相识，虽说只见过寥寥几面，却也铭刻在心啊。想不到这10年之后，你已人先落花了呀！不过是翰林院的叶三生院罢了。哦，张公是从京城而来，那此番乱下，所为何事啊？张妹足疾所追，此番为下，顺路到南京来，还望过生。张公，请。苏妹是前任江南以来，虽少与故交了，托来同往，依然情关。那林兄说是哦，他也在江南生着，秀才福州。福州，看来他还真不知苏轼之事。福州，说远不远，说近不近，休将自己喷过面目，还是可以的。哎呀，哪里这么有意哟？想你14日在，弟兄同去东马归。他锋芒长路我常来，弟兄同去不共在。兄长他是对身牵着饭，当边各地同关，而不是一句不能插不断，冲上了再想，只好今日来将我。原来是此啊！我二人一语定心，曾许内风雨同天，相互为。兄曾老，曾生一既是红线，转情客我因兄何时才云清华明，天光常开。看来你们还和当年一样，一股洒脱，一股沉恨。只不过时光匆匆，多了些分分合合，都经历了几场和稀罢了。是，至于诗人常以心意宏大，应用人生无常，好像就是出自你兄长的“人生到此知何时，因此非何叹息哩”。你常为传流之兆，何非那佛其东西？请问是你先写了一首乐诗，苏轼这首这是唱哦。哎，要不是兄长为得巧妙，至于那些田家的，还没有人知道你。过谦了，过谦了。哪里？至于方才见你写诗的架势，就非心上人所能及呀。什么迄今作事，老夫真是闻所未闻呐。这有什么？张公你想，这天下诗文嘛，无非就是诗人的心性与所观的景象相融之故。诗文、诗人、景象，这其二不就能推出剩下几个了吗？是此说来，恰是丝绸与丝同在，就能翻回诗经。诗经。不知今日老夫能否有幸一见？张公乃是远道的贵客，谈地无妨。好，
就用你那手心一红枣的样式是何啊？哦，张公，请稍停。臣母破丝之情，用那手霹雳之亲情，全问其私情才。相依画皮尘远长，空逃长途怕心你是的，果真有心计。怎么不接下去了？想知这别离之情太过小声，实在是不宜太可使人。张公，不如看看兄长的诗经吧。人到此知何事？应是非红他喜你。怪哉！人到此知何事？应是非红他喜你。想是母与兄长的亲性相配，神儿与此事相配，张公见笑了。不妨事，不妨事，这也算是应了你七进的道理。这几句诗勾起往昔，心绪难平。但愿兄长稍息奔波，如今他仍在梧州，想必安生。不过，前来政务书信寄来，我有一事能帮弟兄掌握禁语。张公请讲。数日后，将来一种同僚将他拜重阳化印，到此去引进门报，才能献上你儿孙的门报得到上任。往后这江南一带的官场必会宽过你们。重阳化印，官问这举目的是哪几位大臣啊？想的不知，但所真领头的乃是福延的谢相公黄二臣。哎呀，张公啊，我方才说，我冲上的那位宰相，就是王相，我兄弟二人不曾开采于他呀。王相视今福延，早就放下现朝而约，你怎肯陷他死皮？岂非良贤之策？此事还是真的我兄长的许可吧？啥是以你兄长为先，他断不愿低头不低，还是你呀肯过见大局，所以他来问你，机遇难得啊！重阳之际，今夜前11之地才走遍，不恨上当年
两人行，你无需难宽当朝面，我身高体骄，来牵线。墨宝才英俊啊！我的墨宝与我的臣一样，城门府去哟。那就要你兄长的，是请我兄请来的斯文这吗？事不要分。这要是不要分，此话怎为是此孩说？方才故早也。还貌似人人恩爱，转账难行。两不成是君臣所思情，一图你。就是情我兄所在的内心，望进君，不管多是臣。张大神，你想要怎样的斯文呢？林兄亲笔送秋的手道，多可教育我这些。不是我想，是我想过些。有劳告知，此事还是与我兄长书信商议之后再听吧。我商议什么事情不等人啊？大人啊，这重阳佳节，还远程你怎么是此成绩呀？素贞，大神啊！张公这关心关切，只有一定好理解。事事区区小事体，多多相比到天。小事可有乾坤，切实地不等人。当我点将心思意，先交去关切。怎要英雄亲书记，数字自传大名题。我兄自传人事，该生死中真得听。休要与我偷说旁听，难从这不心地。素贞，你放肆！他生，你就实施了吧，要兄长使做哪一手？你仔细听了，弃君负卿，去去。此事很闷讨心，四邻行间可破情。张公他是早有说，一旦他心不散步，与我兄发配火焰地，请张公就此他手吧。你当张某今日不来，明日就不会有人来。即便你今日不交进我，你当说是明日就会好过。我兄长他究竟怎么了？你不是从未知
不可告人的妖过。可惜了，可怜了，你聪明些的有时候还不是救兄不得，缩水复仇。兄长啊，这数月未见，你又藏下什么祸了呢？他是要开了我朝的先河，以死定财的先河。财？什么财？是能听财？有人弹劾你兄，自己私自言语放任，与妇女上阵之言，这一旦所认，可是要上命的。你快将这句诗交与我，看在你我国家的份上，我还能18少年将出这苏轼之权交付于你。到那时，你既能升官，你兄也能重启法网。第4课，说真，好言相劝你不听，经久不去，且慢久。好大的口气！你难道要将苏梅兄弟灭口不成？我有的是办法，要你老老实实交出来。你凭什么？凭我方才已与曾夫人当过照面。哎，那位叫嫂子的女眷是你的夫人吧？你这个小人！嫂子！我娃还没有说完呢。方才司夫人见我头上转花，要定我身为贵人，不管他嘛，生怕影响了你的仕途，便要我去春花台为证同意。樱花台可尝你生活清淡，雨花台可长你心思年轻。殊不知在春花台竟有另一个你。嫂子，我与这位贵臣有事相商，你先典礼去吧。多亏曾夫人带路，方才我才有幸到此一遇。你倒不必如此慌张啊！但愿是我多你了。这春花台竟设在这最不起眼的飞船上，好像不愿意让人看见它。不就是惩罚了几朵小
想是什么？况这两朵紫鹃花，像是礼物赐予为师先父的。这两朵红宫花，像是先帝赐予知科大考中拔剑考生的。就不劳你夸赞了。起初我感到非常奇怪，苏夫人说你平时从不佩戴地方上次的用花，却对这几朵国王的荣耀十分在意。就不许我这个失意之人引过去吗？这是你来阴天府前写过的诗。是母亲请你写的，不假。诗会起义复错，原归根还非故。这怀才不遇的人是懒的要我见得多了，从你嘴里说出来倒是很难的嘛。长公啊，你处心积虑就收出来这几张纸吗？这算哪门子的罚酒？这七斤饭就是这罚酒的酒银子。方才在国丈面前，你用了七斤相用做事，在我面前用了七十相用还金，岂不是万神一宗7、9、4万余？这金丝相印会生出什么呢？什么金丝相印？我自己都不曾用过。这金丝相印岂不是为血气？戏怎么能写你？长公啊，你就不要在这里贻笑他方了。就让老夫来试唱一试，试试来。诗会起义复错，原归根还非这金啊，就是你心过生谁？世人都称你父子三人为上所，可生命若养的，却总是你父兄。怪在分明的门里不属你父，才怪处世之风更是殊死所不能救。你是要殊死两生，却与他同年就业，同结高中，朝中热闹，更是令人赞叹不已。可什么多年后却陷于什么地经，但殊死一出事，就会痛无了命。这本不该是你的路啊！进来。天灯长松长小木，青上通金配金针，青山落马一分土，青葱色冠几重换这场了，谁都惊现的路途很缓，看来此气就是你的心气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我上分明，中华分路就用先分金银，只有当场这下我的济公者才能配得此
你话当诈言之问，这不叫保障叫什么？这不叫监狱，又叫什么？老老实实叫出来，不然母亲郭子伟进来作证。小把戏，这可是你市场的把戏，借你自己的私心。我苏着，为神为官，本分分，你是私心就私心。只怕你是阴神官了，连你自己都说活了。这个我真是傻不得哟！金鲜花心胸乱丝马，我要比还苦要菜。光彩熠熠，双着星星。我与他生论，早已习以为常，想着同名平凡，亦理所应当。不曾想，才有关键配不配，眉目自己亏不亏？想不到世间何然与今先，霎时间悔恨特退，如梦魇，深空青云间，佛缘中心。不是，真气你不是啊！子玉，子玉，放在山上，雷霆是凶脏他，凶脏，空脏。
替你借口保密。死稿？什么死稿呀？夫人，这可是一封能让你家官人翻身的死稿。今日你教育我，对我抢转献计，加官领赏，我即刻在相公面前提谢你。到那时，你再想为亲，已是轻而易举呀。那可是我兄长兄呀！长出来，你怕是早就官拜中书了。先生身为手中之人，杀公明，不过是强妇没当不便宜。想逃避为我把你读书文，身必得朝着去不诉欢喜。查不那新风堂里我入门，哪玩得贞观情度我夸你有关于一些生计，你正好在此时去做交易呀。你年少一春，桃花体，正看这种金玉彩礼，开关一花题，出现荣华一条鱼。两子上进，也能东西你才华作传，才要可贵。一旦我收你为妻，非但你自己荣耀，也能附送我等。这可是天仙的机会，是你我二人的机会呀！来，带上东西与我走吧。大人，你就不必费心了。方才稍稍来心时，我便将弟兄二人来往的书信尽数烧掉了。哦，是吗？哎呀，叔侄呀，你家夫人可是杀了你的邪毒哟！张大人，你当真以为我家官人会陪你这一番过之言实同吗？你不妨问问你父究竟是怎样想的？他怎样想，还用问吗？在
这那种装的，才是他家看中的书信世家。张公说得对呀，这样的设置根本配不上我。你怎么糊涂了？说子，我们一家10余口，父端奔波10余年，像我所知有。一个曾被神宗皇帝夸赞的治国之才，成为沦落之处啊！子玉，这不好好的吗？你看这一朵金线花，我想有朝一日光明正大的戴上它。那上有所示，你真进去。后切去。哎，这等好事，苏妹可要亲自登门献礼呀！呀！我们苏大人开窍了，开窍了！子玉，你当真？松开！不可啊！松开！去
子为，这马儿奔驰了数程，也给谢心一位了。至于啊，这几日风头紧，还不知思高是非颇深，这时机是否还好啊？张公请宽。哎，张公想要年宽情欲可原，这是想要强取他腾头过。你容了，你容了，神不神外，实在是最好不过的了。张公怕是玩心不过我。请张公看仔细了。啊，于老爷意了。万事快快为马要紧，耽搁太久是要误事的。哼，细讲都不得消停。不进，不进，切过理所以你。
公子为什么说道？便拿去吧。谁？为兄子下药上书，上书。你都这么境地了，今晚再想替他决定，难不成今日之举都是？我啥不跟你们扯上？张昭的人马并未安守建华堂，父神虽为严者赐予陷阱之中，你们此言乱下，并未妒忌我要报信的原则。公子为啊，等我送完这些，你再取我性命吧。想你性命何用？要这死狗与何用？你当真以为奔波这几日就能永久翻身？这死狗一旦上交，分红分公平，你身份依旧这位神颜陪同啊！你是公子为，你虽不曾遥知千军，也算是侧身头地，将功臣反不苦，你都熬过来了啊！公子为。一道本空，手举团，一声同样茶店旁。今夜乱了你的成见，对我送完这些，不顾天子相的事情，你这虚不信一点不知道公子为。天中谁心知命，他背弃错性命，许他为你传去情调，情调与不去。那你委屈怎样交代？交代？哼！保你费心，我国美人朝廷臣命了。我今日虽然瞒骗过你们，但我嘀咕的那个知府考我是真的，专文官的那个，你还记得吗？劝我这样的人投诉，你究竟是怎样想的？看你这把年纪，这应是虚长了你几岁。看你穷途末路，便想起年少困顿时期兄长对我的教诲，不由得便啰嗦了起来。说天上3日之内，朝廷将正式下诏，10月出生。眼下万无一成，官差才能为他讲话，你可要做紧啊！
这区区文士哪里有什么对错？不过是这石头的天意钻了上风，也不知我的诚意又能救你几分？文兄，信与上诉，官家请去。
晨早已上青山，北是草间花上苍，愿我凋零破康庄，还他再三去分想年少之时，我就不爱言语。你到旁我门外了，天天拉起我上蹿下跳的臭热闹。看着你在外面神气兮兮的样子，我竟比你还骄傲呢。再后来，所到之处，有人把心腹不赞你，你的难得之事全不知什么才华，还有赤子之心的温暖呀。我就是在这样的温暖之下长大的，感谢都来不及你，怎会互动他人来言你？这是儿子的青菜，怎么我不来也？兄长一定能平安的。听闻百姓们都念着他的好，还放了花灯祈福。徐州的、热州的、凤翔的，还有杭城的。这青菜怎么我不来呀？皇上和王大人看了你的上书，一定为杀人考量的。怎么我不来呀？听了嫂嫂的托付，我把家中的私信文稿我都拿去烧掉了，不为这啥事多了。你是苏城李子，苏氏与世代4案仅已结案，年纪回顾皆是年朝的内娃多方拘禁，特着私财律法我罪。其弟苏城罢免南京应天府贪官一职，律方军罪，即刻取证，不得与无。兄长，往后实话应事，千万要当心呐！军罪又是一个新曲子，转眼间也要与这剑花党上
圣经寄托我生死的地方。神师，至于我还有一事要问你。夫人请讲。那日，你照此金线落花世家，是只有在诗经中的张昭和你，在那时才能看见的，是吗？那日，我从未见过什么金线花呀。是，亏得他也有眼脉，万事死神高。恰不知这军中一切，都只是心意罢了。是此说来，自始至终，你就没有把兵落在他手上。是，我是不瞒骗过他逃出送信，就来不及了。那心中的那管囚信，也是你主动递的。是，那是我除了性命之外所有的诚意。可以想，你连这小小的用话都保不住了。夫人，署长对不起你。你真的傻的吗？那日张昭的一番言语，你是听进去了的，你的眼睛瞒不了我，我都看到了。你看到的都是真的，有那样一朵花，是我无数次痛失的。可夫人，你看，这万花丛间，除了花，还有什么？花间，还有枝叶、蜂蝶，还有还有菩萨、朝露，还有还有还有你。